牛早平安和晚安哈。今仔日是咱第145回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请到一个导演哈，一个少年导演，叫 Dalton Ru 哈。这是我最近新熟悉的朋友啦哈。较顶下咱咧访问的时阵，会当较详细来介绍伊啦哈。咱今仔日的主题是要来讲咱即个伫美国咱遮第一代拢慢慢咧老去想讲要安怎甲咱即个台美历史台美人的历史安尼记录落来当然文字是一种方法，上好的方法，上直接的方法，即摆就是用拍纪录片的方式今仔日就是即个 Dalton 要来甲咱分享伊即摆要做一个 project 伊即个 project 是含即个咱即个圣地亚哥的即个加州大学伊还有一个台湾研究中心要来进行即个节目就对啦好，安尼今仔日咱先来甲即个 Dalton 咱大家拍步来甲欢迎一下安尼Dalton 因为伊是做电影人啦所以因咧准备物件安尼袂个咧哩哩嗦嗦、哩哩扣扣安尼讲遮长所以伊是讲伊今仔日的影片伊今仔日较准备要讲40分钟啦所以是会有较济较长的时间所以咱大家愿来听咱就愿来写记录一下较顶下咱来含伊对谈对谈我想内容会当讲是哪伊要做即个 project 做这 project 的意义嘛会当讲因即个技术问题去嘛会当问讲恁进行的过程中有啥物款困难有啥物款帮助即个大的即个 project 有啥物款意义我相信是台湾研究中心毋是干那讲共要拍一片尔啦那我的意向是爱拍足侪片你若甲访问一个、访问两个，迄个毋是讲迄个记录一个人的故事毋是咱整个台美人的整个地理的历史嘛好，安尼我先来访问即个，因为今仔日时间有较济我想讲介绍的方式我就先用含即个标准对谈安尼来甲介绍啦开始是变做讲阮安怎熟悉的经过安尼啦我会记差不多2、3个钟前一对少年迄个台湾囡仔即个翁仔某啦伊的太太夫人有若做伙来，迄阵还阁有新啦来阮教会我就含伊开讲安尼即摆阮教会拢足少有少年的来若有少年来，我就诚欢喜就用台语含伊开讲安尼我伊嘛拢两个拢诚好讲，我讲安尼诚兴奋啦我问你来美国要创啥？伊讲我即摆伫即个南加州大学要读电影系啦要读电影系我讲你即摆你的将来你读电影是要创啥？伊讲要拍一个2、2的纪录片但毋知是剧情片纪录片，我袂记哩啦来了，阮就互相加咱搁来见着伊就是今年5月的代志啦5月代志迄是伫林富文因新妇因兜阮有办一场即个叫做 ABT迄个My Story Our Art， 所以即个主题含你咧讲嘛足类似啦就是讲一个人的故事若集到一个整体的时阵就是变成咱集体的物件嘛若讲咱每一个台湾人拢用伊的故事来表现伊的 art， 到尾迄就变成台美人的艺术你即摆用纪录片嘛是共款嘛？你是讲你去访问足侪人，对每一个人来讲，伊检测是个人的历史，还是讲家庭的历史。毋过你若拍100个家庭来讲遐个记录迄就变做讲咱台美人的历史啦较趣味的就是讲我5月拄着伊的时阵看到一个足古锥的囡仔迄个是
迄阵啊，我第一遍伊还搁离因妈妈的腹肚内啊，啊，头拄啊，毋知确定啊，毋知搁有时间吼出来互大家看一下无安尼吼，安尼好啊，我先用安尼简单甲你介绍啦吼，啊，我咪当来你访问啦吼。你迄阵啊，开始想讲要来美国选择南加大来读电影系？其实我想要读电影即件代志已经足久啊，我嘛足想要出国来留学，毋过因为我一开始大学毕业了后，我就开始食头路，我就伫拍广告较济，拍就感觉讲像无啥意思，伊是想要拍电影拍一寡剧情的物件，所以我就来个听讲食头路一工，我就专心来准备讲考试甲 application，迄当阵其实好，我感觉趣味的所在是讲，我其实一开始完全毋知影讲迄种 USC。电影是足有名的，我是迄当阵我甲哦，迄是阮后生，我这样歹势啊。一开始我毋知影讲 USC 的电影遮有名，是迄当阵的老师，托福的老师甲我讲，因为伊嘛伫 USC 读册，伊就甲我讲，阮学校的电影足有名，你已经爱报名一个，伊就甲我斗相共，教我讲迄种 application 安怎用，我就迄当阵个嘛做幸运，就是有做 lucky 有互人录取来。要请入去，要请去电影系无简单呢，迄足歹入去的一个科门吼，一个学门吼。你伫遐读了，你感觉啥物款？较可惜的是讲，你迄阵啊拄好拄着 pandemic 啦吼。所以恁迄阵啊，迄个教学的方式，敢会当小可甲大家分享一下？会使啊，我感觉 pandemic 迄当阵其实真正影响足大。我一开始是2019年来，fall semester，了2020年个属 pandemic 嘛，所以有将近一学期一半的时间是 online。迄当阵我就发现讲，迄个 online 对我来讲无法度，因为大家阮拍片的人就是大家爱做伙，像今仔安尼，大家开讲，来互相交流，爱出去，大家做伙出去拍片，用即个方式来进步，来讲互相来交流安尼。毋过伫 online 顶悬的时阵，大家拢是家己做家己的代志，我嘛无法度出去拍片。学校嘛是讲，因为学校的，我感觉学校像一个 business 安尼啦，伊嘛无法度讲安尼大家小可停一个，停半冬还是安怎？因为学校伊嘛是爱继续迄种爱继续来开学学生，毋过因为 online 大家就变做讲看 YouTube、看影片来练讲安怎拍片，我当时感觉讲无法度，这无适合我就休学一冬，我就迄当阵等于台湾一冬，或者做 lucky 嘛是讲台湾迄当阵疫情无严重，所以大家挂口罩嘛是我等于台湾嘛是继续食头路，嘛是继续拍片。我休息一冬了，我搁倒转来。迄当阵我是感觉讲南加大的电影是确实是足厉害，阮遐老师拢是有摕过迄种 Academy Award，嘛是讲伫业界讲足厉害、足资深的迄个有导演制片毋管是啥物专业的拢有。我是感觉上有收获的，就是拄着朋友，
熟悉朋友，嗯阮逐个到即马毕业嘛，嘛是搁继续联络。有啥物片要拍，逐个嘛是咧会叫做伙，逐个有人开始是伫做剪接，嘛有人伫做制片，嘛有人伫做导演，着用过一开始拍片的迄个经验，甲互相熟悉的迄个经验，逐个会当互相信任安尼。所以我感觉上好的所在就是会当熟悉遮朋友。对，你讲这我就想到，我一寡伫美国熟悉咧拍电影界遮一寡朋友啦，其中有一个叫做李启元，伊是读迄个Art Center，伊嘛是读电影系，伊毕业了，伊伫即个 Burbank， 迄阵成立一间是迄 Formosa 啥物迄个，伊专门咧做后制作，咧做 Foreos， 咧做 voice over， 含迄个后壁迄个特殊音响啦，因牵手嘛拄好对即个电影足有趣味，阮捌做一寡共同做一寡代志，包括天马地网，迄阵第一遍摕到即个代表台湾来参加外语片的提名的时阵，阮嘛有做伙安尼来动员遮的当地哈莱坞遮的人来投票啦，所以伊迄阵就是讲到咧讲到即个台湾的即个辅导金的即个制度啦，这辅导金改成是你若去甲请一个无偌济钱互你啦，你著去拍片啦，即摆即个困难就是讲，即个要互，就讲即个制度的内面，你要安怎评审，迄个会使讲是有一个迄个政府的机关来咧决定，讲你这主题好，你这主题毋好，即个物件。而且伊佫讲有一寡咧写评论的伊佫嘛是参与伫即个咧评审的内底，所以是讲伊即种的制度足歹，所以是建议讲，若是要辅导即个台湾的电影就是要有产生一个 supply chain 的聚落就对啦，就是讲要有像一个哈鲁，即咧写剧的人啦，咧拍片的人啦，咧做 production 的人，因拢住足近，因拢会当互相熟悉，因为讲到尾，电影是一个工业啦，较毋是讲是一个文学家，伊就像单纯安尼，伊每当湖边，伊就当写足济，会当写足济故事出来你即摆要讲将这故事，你要甲伊变做一个影片爱牵涉的人有够济啦所以你拄则讲着讲，即个 USC 伊会当即个教育你了开遮济钱去读即个学位上宝贵的物件，就是讲会当互你有即个牵即个线以后你若讲要拍电影的时阵就会当有遮个人脉就对啦我安尼讲敢对，无毋对啦我即摆就想这电影要怎教？就是讲好，伊是一个足敖的拍电影的人伊要怎甲你教？是用迄款迄个艺评的方式，是讲你先拍一个作品出来了后，爱甲你 critique， 还是讲 group 的 critique， 还是安怎教啊？是，其实伫学校的时阵，逐个是安尼。阮第一个学期，阮个分组，3个人一组，轮流来做无共款的职位，一个是做3个人，一个人就是做导演，一个人做制片，一个人做 camera。咱3个人个互相合作我即摆做导演。另外2个人就是爱甲我斗相共，来完成即个片。我家己嘛会写剧本，
啊，换别人是做导演，我个爱做制片，我就去帮伊开个片制作出来，啊，帮伊联络代志，啊，拍了了，阮会就开始加做就是后期，安尼用的了，给放互大家看，啊，大家就会当开始讲，伊感觉对好对歹。阮其实是为剧本开始，大家个互相来念互大家听，啊，大家来 critique，讲啊，我感觉这是安怎，迄是安怎，有啥物感觉，对我来讲是好的故事，还是讲无好的故事，我有了解，我无了解。其实为源头一开始个有个，因为电影这个物件，像迄头仔什么叔叔讲的，是我定定讲，it takes a village，就是讲爱一个，嘿，it takes a village，爱足侪人来做伙做，靠法度来完成这个片，一个人是绝对无法度的。啊，你讲。安尼恁一组三个人吼，敢有讲条工落去分配讲哦，你是较专剧本的啊，你是专摄影的、专导演的，敢有讲咧入去要学校的申请学校的时阵，还是讲入学的时阵，伊就甲你分组啊，还是无一定？无，因为 USC 伊个特别好诶，迄会当讲是好诶所在嘛，会当对一寡来讲是无好诶所在，就是阮无分专业，阮无讲哦，你未来你就是导演，你就是制片，你就是 camera，阮就是讲你啥物货拢会当学，你啥物货拢爱学。阮有差不多一半诶学生同学是啥物货拢毋捌。连 camera 要安怎用拢毋捌，啊嘛无拍过电影，哦，啊因就是用即个方式，因会教遮个学生，就是要甲逐个有一个，因为你家己有，我有朋友伊一开始是 engineer，伊嘛有做医生诶，嘛有做律师诶，嘛有人是有过就是做电影诶，拢有啥物会、啥物职业、啥物背景诶人拢有。啊，伊就是互逐个未来安尼互相来做伙学习，啊，用即个方法来互逐个讲开启有一个无共款诶可能安尼。伊袂讲哦我，因为有另外一个学校叫 AFI，伊嘛是足有名诶学校。啊，因迄就是你申请，你就是请你是导演，你是制片，你是美术安尼。啊，迄个好处就是你迄个很做确定讲，我就是要做即个，啊，伊就是一直做落去。啊，毋过 USC 的好处就是讲，我学着啥货，我感觉即有兴趣，我会当甲开始专攻即个部分。我感觉你讲到即点足好诶呢。哦，我昨咧咱单位咧开讲诶时阵嘛，讲到讲即个像讲吼，艺术行业招生嘛是足共款啦。比如讲，即个 Art Center 吼，因咧招即个研究所诶学生啦吼，咧 MFA 学生，伊嘛是共款啦，伊嘛是无要求讲你会晓画图无啊？啊，伊就是讲，啥物你读历史诶、读铁学诶、像讲读医学诶吼。啊，你就甲收入去，啊收入了后，你若过去你无艺术图诶背景，你加读一档，用一档诶时间甲你教画图。照我所知，迄个南加大诶吼，迄个诶 art department 吼，art school，伊毋是干那 department，伊是伊 art school，伊嘛是即马拢强调讲吼，你读神经科学诶啦，啥物物件吼，啊做伙入来，啊因足强调讲。较通才的教育啦，就是讲你讲你爱 right brain、left brain 会当做伙用的人吼，即种会足productive 啦吼。啊，我最后的一个问题啦吼，啊，咱就来进入去你今仔日所要讲的物件吼。那安尼啦吼，你讲足侪大部分是学生吼，即个 team work 嘛吼，家己去做嘛吼。安尼即个教授伊的作用伫倒一搭？除了甲恁考起来了后，啊，伊对学生的辅导吼，
啊，一个教授好诶教授，歹诶教授啊，差伫倒一搭。嗯，这做好一个问题，因为我感觉讲，因为我到大学拢是伫台湾读册，嗯到美国遮读册了后，我发现讲，学生甲老师的关系做无共款。嗯我伫 USC 的时阵，学生会当感觉讲，老师你这讲的毋对，会当嗯去甲老师 challenge。嗯伫台湾的时阵，逐个拢是听老师的话，还是讲按做啥物代志拍片啊是啥货，伫台湾老师讲的话，逐个就感觉讲哦，你就是对的，我爱听你的。伫遮的话，逐个是学生拢有较有家己较强的迄种想法，伊就感觉讲我做的才是对的，你做的你讲的是毋对的。嗯所以我感觉这一个足大的无共款的所在。毋过也是讲着好的老师较无好的老师，我感觉上大的差别就是讲，这个老师伊敢有愿意来听这个嗯学生讲，伊的伊做这个片，主要是要传达啥货？有的老师伊是讲，哦，我就是伊嘛是感觉我就对的。嗯所以伊就会教，伊就讲讲你做这是毋对的，你爱安怎做，安怎做，较会当较好。伊毋管讲即个学生是伊的目的是啥货，因为阮一开始逐个个爱讲做清楚，讲哦，今日我做即个影片的目的，就是要传达一个想法，传达一个社会议题，啥货。有的人就是袂讲去为着别人来设想，伊就是感觉讲我是感觉安尼做就对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好的老师、歹的老师，即个方面各有足大的差别安尼。哇，安尼你观察啊，足尔啊准就对了吼。检采是过去，因为你要去读册进前，你就有拍片的经验啊，所以你会感觉讲对这方面的感受会特别深啦吼。好，安尼无，咱是毋是咱就来听你的演讲吼？所以伊咧准备的中间吼，我搁补充一下吼，因为咱今仔日伊演讲的时间吼，敢若有算40分啦吼，虽然后手有足侪时间会当来对话吼，就是亲像你甲想象讲，即马你就是伫 USC 的即个电影系学生安尼吼，你若无问问题，迄是你就是有你的 loss。好，无请你来开始。好，安尼先我开一个。你若是无方便出声，嘛当写当 chat room 啦，吼。要问问题啊，毋过你无方便出声，会当写当 chat room。大家敢看得到我的？看会到无问题。安尼，我就先来开始。大家好，我想要感谢赛文叔叔今日的邀请，今日互我有这个机会，会当来甲大家分享。先甲大家讲，我的台语毋是讲做练长，我是细汉的时阵，甲阮阮阿嬷甲我饲大汉，阮阿嬷就拢甲我讲台语，我甲伫厝里嘛拢讲台语，毋过大汉了后去读册即马到遮讲台语的机会就愈来愈少，所以我的台语无遮练长，麻烦大家迄种甲我原谅一下。我今日来的目的呢，是要甲大家介绍一个做有意义的计划，就是讲台美人的故事的计划。英语是 Grand Narrative Project。这个计划呢，主要就是要 highlight 台美人伫美国
甲台湾社会中的贡献甲影响，加上用无共款的世代 ，first generation、second generation、third generation 的合作，来讲咱足丰富的文化遗产。上重要的是要甲大家有即个 conversation， 所以我今日来毋是讲一个，虽然我是 presenter， 毋过我主要来是要请教讲各位的先輩，来甲我指教，嘛会当甲我斗相共做伙想讲，安怎做会当更加如何，安怎做较会符合大家的期望，安尼是更加重要的代志。请各位当有啥物问题会当随时提出，甲我拍断拢不要紧。算了，我来介绍一下今日的 agenda。第一个，我先自我介绍，讲我是谁，我进前去做社会。刷来个即个计划简介。刷来，这计划有分3个阶段，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3阶段。我拢会甲你讲。刷来，我会分享讲，为着即个计划做的影片。最后有一个结论。第一个，我的中文名叫卢宗贤，我英语名叫 Dalton Lu，我是高雄人，我即马加州Thousand Oaks，我最头仔讲的，我2019年就有来迄个 USC 电影学院读 MFA，我伫台湾的时阵一开始是做广告较侪，我即马伫 UCSD Center for Taiwan Studies 台湾中心来第一只头路，我的 title 是 Video Project Manager，我主要是负责纪录片甲纪录片有关系拍摄甲制作，佮有负责即个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即个 project 在美林的故事计划。第一个是计划简介。这个计划目标呢，其实有分在美林的故事计划，毋若定定是主要是要保存记忆记忆 memory，毋定是安尼尔，上重要的是，互无共 generation 之间会当来互相交流、互相了解、互相熟悉。最后目的是要希望互台美林这个身份自我认同 self identity 这部分会当有一个共识，会当分享台美林的丰富历史，会当互所有台美林看到家己伫这个世界位这个身份，嘛互未来的世代的人会当留落来讲这个足宝贵的文化遗产。因为即马第一代的移民的先輩来，差不多是1950年代60年代迄当阵，大家嘛年岁嘛有一寡年岁所以我是感觉讲，即个保存记忆的部分是最重要的。First generation 也是保留落来。刷来 second third generation 佮会无即个根，即个 roots。即个计划主要会有3个阶段，头头有讲到，有第一阶段就是讲保存第一代移民的故事，第二阶段就是要甲即个故事给扩大、延展开来，来讲所有甲台美林有关系的经验甲故事，毋若个人尔。第3阶段就是要建立一个有较大的台美林的网络，会当互大家无共款的资源会当 integrate 做伙，
来加强甲台湾的连接。最后一个就是计划的支持甲资助的部分。即马即个 project 是 UCSD 的台湾 Center for Taiwan Studies， 头我讲的我伫食头路即个台湾中心来做。我有得到一寡社区甲岛内的支持，所以互阮成立即个 center。这资源呢，甲专业知识拢会当，歹势哦，这是阮后生，来，拢会当来帮大家。对哦，伊要和你斗讲的款啦。嘿啊，歹势，不要紧。请伊来甲大家拍招呼。其实这个计划主要是 UCSD 的台湾 Center 来领导的，希望会当获得大家的支持。我煞来先讲第一阶段保存第一代移民的故事。这个目标是讲要互第一代故事留落来，互第二代、第三代这了后，阁有足侪，因为台湾即马像我也是我都留落来，我嘛变做第一代恁遮先辈的故事，会当帮助我，互我知影讲，恁永过是安怎行过来，阮有拄着啥物款的困难，会当去问恁，会当透过遮的恁的故事，互阮知影会安怎会当行落去。即马第二代、第三代的台美人呢，有一寡因连华语台语拢袂晓讲，伊嘛无感觉讲家己甲台湾有啥物关系。我是感觉讲，这个故事毋若定定是恁个人的经历，更加是讲台美人这个身份的文化遗产内底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阮希望会当通过这个故事来保持台湾文化的延续，会当互不同世代之间理解甲尊重，嘛会当甲台美人的故事分享互别个文化的人。阮会先 focus 伫个人甲家庭的即个部分，我等者会甲大家互大家看，阮有拍一个 proof of concept。阮会为洛杉矶甲圣地亚哥开始，煞来希望会当甲全美规个全国会当去访问足侪，愈来愈侪先辈包含加拿大安尼。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有即个纪录片的 workshop，documentary workshop。阮今年有第一档有办，就是刚结束尔，伫8月，伫 UCSD 有办即个 workshop。阮有准备奖金，要互大家讲，会当鼓励大家来参加。阮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讲，逐档会当伫圣地亚哥来办即个 workshop。即个 workshop 会涵盖讲为故事安怎开始想，安怎拍，安怎加，来安怎做，这基本的skills。阮阁有迄种请着讲经验丰富的迄个电影人甲老师来甲这学生教。阮阁会传讲你要做纪录片，你爱需要啥物款的设备甲材料为软体甲硬体来帮助大家讲要安怎做这个纪录片，
主要就是要活化规个无共 generation 之间的交流。我等下放个影片，恁就会看到，恁就知影我讲这是什么意思。最后的这个比赛，个奖励的竞赛，阮的奖金有到1万块，希望会当互刺激大家来想要去访问第一代移民的故事，透过这个比赛来，就是这个 incentive 安尼。刷来就是讲，阮的预期的成果甲时间的部分，阮希望是当至少有30个故事，30个人，30个家庭。预算的部分就是讲，一个个人的纪录短片，差不多会开到2-3万的美金。毋过爱看个案，因为有的人有 involve 像 travel 爱去目睭住足久，爱请别个有可能有的爱做动画，有的爱做有足侪无共款的方式会当来完成这个纪录短片。就是讲，逐个人的故事拢无共款。有的人需要的物件拢无共款，所以较有可能2-3万到10万不定。workshop 的部分呢，差不多办一档，差不多爱开到8万。刷来就是第一阶段，就是爱扩大这个故事的范围。头拄有讲到讲扩展的这个甲台美人有关系的故事，像个白色恐怖、黑名单、台湾之音，甲228的事件，有一寡家属因即马是住伫美国。我伫 USC 读册时阵，就是对即个做有兴趣，我是想要访问，想要来做即个帮助台湾甲228事件互伫美国的人知影。刷来呢，就是讲最后的目标是要做一个甲台美人有关系的电影的纪录片的长片。阮会用无共款的角度，第一个是历史的部分，阮会来 explore 像台美人伫美国的历史，像1972年台湾互联合国迄种排除，甲1978年台美断交，刷来台湾的民主运动甲对台美人身份认同的影响。刷来阁有学者甲学者的观点，阮会邀请学者甲历史学家来讨论讲台美人身份的历史的演变，像大部分像Taiwanese American 这个名伫美国的社会，还未讲做 officially 的存在。像你去经你是啥物 ethnicity 的时阵，有 Chinese 有 Japanese 有啥货可以，就是无台湾 ese。当然这甲迄中国对咱的破坏嘛有关系。毋过就是爱有，也是愈来愈侪美国人知影讲咱的身份，安尼对咱的身份的正式的认同有足大的帮助。阮会透过会请演员来演，嘛用 home video 甲 home photos，阁有用艺术，像3月14进前，阮伫迄个 ABT 拄着的时阵，就是用艺术这个方面来讲台湾的故事。刷来阮会用台美人伫美国的文化的成就，甲一寡成功的故事，像最近做红的迄个 NVIDIA
迄个黄仁勋，甲像迄李安，阁有足侪台美人足成功，我相信在座的先辈嘛有足侪人是足成功的。阮就是希望讲会当讲恁的故事，互大家知影恁是安怎成功的，会当来鼓励大家，来完善即个台美人的身份。嘛强调讲无共世代、第一代、第三代，特别是第三代，因咧安怎来保持台湾的传统，来融入美国的文化，伫即个美国甲台湾之间取得平衡。阮的目标是讲，希望一档会当有制作一个纪录的短片，像迄白色恐怖，还是讲台湾之音，还是讲228，还是讲短片有资金的话，会当用学档来完成即个片。短片的部分差不多一片是15到20万的美金，长片差不多是8万的美金。第三阶段就是讲，想要建立即个强大的网络。阮希望会当透过活动甲节目的合作，来帮助台美人甲无共族群之间会当有联系。透过遮的合作来加强甲台湾的组织竞争的之间的联系。阮主要是想要组织即个逐档拢有无共款的文化，伫无共款的 city。像迄今年伫我知影，阮台湾中心伫圣地亚哥有办一个台湾的 festival。伫8月初的时阵，毋知影敢有人在座的人敢有人来参加？阮就是伫一个场地请足侪 vendor 来，有台湾的boba，有咸酥鸡有一寡活动，邀请着迄种无共款的人来参加。迄天差不多有300个人来参加。就是今年的时阵，阮台湾中心是主要的赞助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案例，讲阮想要透过遮的活动节目来甲大家有保持联系。像逐档的5月的时阵，即马嘛有台湾州、台湾日，嘛希望会当来甲别个台湾的组织来做为合作，毋单定定伫美西尔，毋单定定伫加州尔，会当甲别个州的人来合作。刷来我要甲大家分享，头拄有讲到的影片。第一个是UCSD 的即个 documentary workshop。即道阮有邀请到迄种得过2摆奥斯卡金像奖的 Mark Harris， 伊是我的老师，伫 USC 的老师。即道workshop 是我办的，所以我就邀请伊来甲大家教。另外一个阁有一个人伫迄种法国的纪录片导演陈慧琳导演。我相信在座嘛有足侪先辈熟悉伊。即道是第一档，时间是较短，准备的时间较短，毋过成功嘛是袂歹。学生即马拢伫拍因的片，搁伫做剪接。阮会期待讲了后会当看到什么款的结果。即个影片就是互大家看即道的 highlight。看部分学生对即个workshop 的看法，我即马来放。
很特殊的是，纪录片其实是人与人之间一个情感的传达，这是我觉得纪录片很动人的地方。At first, I thought the workshop was just for beginners, but as I entered in, I saw so many talented people there. And it's interesting to work with them to see like their different styles and techniques, especially when the age difference is really significant and you get to see multiple perspectives of filmmaking in this workshop. It's teaching you a lot of abstract elements that you can implement into your film, as well as analyzing films in an abstract way, learning the meaning behind the films and such, and how to convey these things through your films, rather than like just raw technique and such. Biggest takeaway is having connections is always good, and don't be afraid to go out there and find more information. I think it's the process to create something as well, because from the beginning, I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like filmmakings and stuff. I didn't even know what lighting and frame rate stuff was. But after this workshop, I feel like I have more experience in doing those stuff, and I felt really brave in trying a new thing, and it's really good. Like every step you're taught very in depth and like very very easy to understand. Yeah. Overall experience, even the last day of the first part had us go interview other people, and so I mean that was a really good beginning experience. 你的教就是真简单，互阮了解安怎用。啊，上重要嘛是互阮小遐的 film， 啊尾仔个迄个老师来，互阮小可了解啦。我毋是真敖啦，但是就是讲，互我会当了解一寡较基础的，啊人安怎去做 film， 啊伊的想法是啥物货，我感觉这是真重要。所好就是讲，过去我毋知影讲要做 documentation， 都爱用真济的资料、甲相片、甲剪接起来，这个故事要安怎，互人听到会感动。我已经85岁啊吼，啊我足欢喜，恁这少年人哦，有这款的相信哦，我感觉真安慰啦。 我相信影片足大的啦，其他的意义唔是干那安尼尔，对这个社会啊个伊的人生的看，我想现在年轻人成长很多啦。那对我们老人讲，我们是能够把我们的 value 留下来，真的是足好的 program 吼。啊，希望会当继续来 promote 这个。 我来参加这个 workshop， 我真的也学到很多东西，那也认识到了一些朋友，也看到了很多长辈的故事，哇，他们的故事真的很精彩。那这个部分是我完全是意料不到的，我就觉得我们一起来探索的这个礼拜，事实上是真的是很有收获的。It's engaging, it's personal. I feel that's like the biggest hitter for me. I've never felt a workshop so personal and like everyone is somehow emotionally connected. But that is what documentaries are supposed to do. So there was an amazing job capturing that. 我会推荐这个 workshop 给大家。呀，我当然会推荐吼别人。我是强烈的 recommend 啦，10分。啥物人无爱讲家己的故事留落啊？别人以前迄种当有名的人才留，人才写伊的故事，咱会当写咱家己故事。Why not？ 对啊，这是一个真正是一个足好的迄个财产呐。我是感觉可以留给你的子子孙孙安尼啦。佮会当熟悉新的朋友吼，大人互相交流，啊，佮会当甲囡仔互相的互动安尼，我感觉非常好，所以我非常支持明年佮继续。 Because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our generation learns a lot of what our grandparents went through. I recommend this workshop because not only is it a good way to meet a lot of other people, but it's also a nice way to kind of learn how we can bring our culture into film and spread awareness. Definitely, for sure. Like 10 out of 10 for those who have like a passion for filming or just like even just like the slightest interest. I definitely would say do it for sure. Yeah, I would definitely recommend people taking this workshop. I feel as if what you receive emotionally makes this class worth taking.
It was a worthwhile way to spend the rest of my summer rather than just sitting in front of my computer doing nothing. It's valuable. I'll say that. It was worth it. I would rate this workshop out of 10, which is really good. 所以大家咱看到讲，旧年的今年的这个 workshop 是年纪为14岁甲85岁拢有人参加，大家反映就是讲足介意这个年岁差别，因为14岁拄着85岁，听因在讲故事的时阵，因就感觉讲哦。原来这个时代有这个经历，有这个故事，透过这个机会，互无同的 generation 会当互相交流，大家有啥物问题无？对这个 workshop？ 好，安尼大家有啥物问题无？咱请举手吼，甲拜托收办者吼。就先讲这个 workshop， 因为我阁有别个影片。哦 ，OK， 针对这个物件哈。有其他影这个 workshop 唔知有啥物问题。我头我有看到影片内底有 Tracy 我知影伊即嘛来伫，伊即嘛有伫遮吼。是啊，安尼太好。Tracy 你敢有啥物 feedback？ 你会当开你的麦克。头我有看到伊，是其他的人，你若总有啥物问题，你会当举手。是迄落，是阁有一个方法，就是迄落早晨你会使继续你的 presentation，了较做伙问，安尼免较节省时间。好啊，无问题。好。刷来第一个是固定的短片我有准备2个。这个我想甲大家讲一下，就是因是住伫考斯伯的加州考斯伯的一个翁仔某叫林幸良大家叫伊参土伯伊甲因太太陈真美因的故事，因有一个种台湾水果的这个有机农场这个影片呢，只是搁底，阮伫搁底继续拍后置还未做了所以今日是一个 proof of concept， 像迄一个预告片安尼，想要互大家介绍讲，这个阮也是讲要去甲恁翕，甲恁拍讲纪录片阮会安怎进行你会差不多会看到安怎的结果。我是出世伫台湾婚姻馆土库镇，我的中文名叫做林幸良，林姓龙，幸福的幸，基隆的龙。我姓陈，名真美，叫陈真美。我出世伫淡水，饭树湖这个所在常常甲阮姐姐因规定因读淡江文学院嘛。无地通好走，就去走规定走去阮山顶去烤肉，去掠虾去爬山。无考试，我就走来因兜，就甲因爸爸安尼斗做事斗迄个，若讲爱啥物果子栽，我就当为南部去摕果子栽起来种。阮姐姐毕业伊也去读册，伊搁再来阮山顶，我就问讲，你是安怎要搁来阮山顶哈？我就讲好，这查某囡仔哪遮水安尼？也无化妆，但是伊这2个安尼，迄个自然的红公公，佫有自然的笑容，伊迄笑甲讲的迄个声
我就到即满嘛拢还会去，讲啊，这就是我将来要娶的某啦，所以我逐礼拜就拢去，我惊讲我去互别人约去，我就无机会啊。我们那个时候自费来的都很可怜的，都要去借钱向人家买机票。我们在更早期的留学生呢，是要坐香蕉船从台湾坐到日本，要2个星期船才会到。然后那个时候才有飞机从日本飞到夏威夷，夏威夷再飞到美国，没有直飞的啦。结婚有一个囝，大汉囝啊，我的先生就迄款，就来美国，然后阮真做伙，美国住伫密西根，我的姐姐遐，我的先生伊就找到头路，阮就搬去威斯康辛，是某一港，啊了后，搁再找到头路。搁再搬来 California 伫 Carlsbad， 啊，一个大落去呢，愈大愈好。出国来，国民党又不想让你回去，因为他是戒严时期嘛 ，dictatorship 嘛，所以在美国才有很多同乡会。那你去参加同乡会，就给你他有要别样了哈，就给报了，你就不能回台湾，说你是台独分子啊，就这样。那时候你没办法忘怀，那时候就是觉得说，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不要再被污染到，我不要再有那些阴影，这样子。因为上帝带你一个好的所在，你就是往前看，好好的在这里居住下来，这样子。78年还是78年，1978。我是正港的台湾人，我一世人演讲拢用讲台话，我搁咧教台语，我也是台语的专家，这台语的俗语我研究上彻底。回到台湾的时候都很 surprise， 哇，这个也开放，那个也开放，还有建设的这么好，我说哇，台湾人，我觉得说我踏在这个土地上，我觉得自己很骄傲，因为台湾人肯打拼，肯努力，落去做工课。大概回忆的，你会敢讲一段啦？伫大的石头顶面，天空是我们的地，那个石头是我们的床，旁边都是橘子园，没有人可以进去的。那个橘子花的那个香味，还有橘子，然后躺在那个大石头上面，那个大石头可能唔知要伫了，已经讲掉了。就像啊，我已经无去啊。也无菜啊。因为刷来是要给大家介绍讲，头拄伫第一阶段有讲着讲甲台美人有关系的故事。第一个我想要互大家看一个我进前做的台湾228的一个 proposal 的影片。Horrible images out of Bucha, Ukraine, sparking more calls for a war crimes investigation and possible trial. Russia's withdrawal has revealed what looked more like crime scenes than the aftermath of battle. Accounts of Russian abuses. 12月13日到难民区域，他开杀，枪打死的，刀杀死的。我那时候12。我小了，我爸爸才30几岁，我把我小弟弟递给我爸爸抱到，我就跪到求他，求日本人不要杀我爸爸。 The Rwandan genocide of ethnic Tutsis and their Hutu sympathizers. Bodies were piled up on roadsides. The murdering of Tutsis and moderate Hutus began, and a hunger crisis struck refugees in the
and burning down entire villages. The military is accused of killing thousands of Rohingya. But too many persons in one boat, so thereby capsizing of the boat, we have to recover lots of dead bodies. The 228 incident was a massacre that spanned from February 28th to March 21st, 1947. Nearly 40 years after the incident, then President Lee Teng-hui designated February 28th as the 228 Peace Memorial Day, in memory of not just February 28th and the weeks that followed, but also the White Terror era that started 2 years later in 1949 and lasted nearly 4 decades. White Terror was marked by government censorship and control through fear, but today we focus on 1947. When people talk about 228, they usually talk about it as an isolated incident talking about contraband cigarettes and the protest the following day. But the horror, the massacre, that is what happened the following weeks. March 8th was the first reinforcements arriving in Geelong at night. And if you go out to some of these areas where the military came down the ships and started shooting, and depending on what perspective you hold, the records were very different about this. And this is where things get really fuzzy, because the estimates of who died during these next week, basically hostilities ended pretty much by March 21st. So March 8th, first soldiers arrived, and by March 21st, most sources say that all fighting had ceased throughout Taiwan. What happened during this time is very hard to say. There are estimates as low as a few hundred, a few thousand people were killed, but there were other estimates that say as many as 30,000 people or more were killed. 我是王克雄，我对台南来，因为阮老爸伊是文人，伊毋是讲政治家，所以伊也无去参加什么28处理委员会，伊是写文章的人，所以并无参与到28的即个代志事，所以也无感觉讲伊有需要走。但是伫3月14，即个有6个穿中山装的，也佫举枪的，拢是当兵。咱在穿中山装，就是拢中国兵到咧穿中山装，因来入来冲入来厝里，就看阮老爸，就问讲你敢是王耀林？阮老爸无要甲伊应，伊就显出伊的西装内面。就有写王耀林的名，就甲伊手铐铐起来，要来拖出去。因这中国兵佫是土匪，伊即摆入来到地，甲超囡仔婆囡仔拢摕去，然后甲衫也摕去，即落突然个缀袂落，佫人爬伫顶面打。甲迄个带缩起来，古早的突然裤拢是一个2条大吼，看到即个顶面有条，即个overcoat就是大衣伊摕去，都是等于来抢就对啦，要甲阮老爸拖出去，阮老母抱阮小弟要走出去。甲讲阮老爸也无啥物回事，要掠伊，但是中国兵用枪拄伫阮妈妈，会大家讲你也搁出去，我就开枪拍互你死，所以安尼，阮老爸总去用掠差不多3月14下晡3点左右，阮老爸安尼去。就无搁倒转来。
这个就是王克雄博士，伊是住伫圣地亚哥拉霍亚，伊是伊爸的家属，伊的故事嘛有足侪，伊嘛是第一代移民，伊嘛有足侪故事会当甲大家分享的。咱先来看第刷来，这个是 Voice of Taiwan 台湾之音的提案。因为这个故事是讲，杨毅甲张富雄因伫1977年伫纽约 New York 成立的这个台湾之音的故事。因成立了伫纽约刷来伫全美国无共款的所在拢有开会，因有无共款的所在有家己开家己的台，因是创始人。我想要透过，因为我伫做研究的时阵，这个 project 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感觉做surprise， 我是感觉讲，这个遮重要的历史拢唔知，我连听拢无听过，所以我就想要互大家知影讲，因伫历史顶悬即个角色是啥货？因有戴美玲，有是当初是安怎帮助着台湾来走向迄个民主化？研究甲拍摄拢爱需要较大的资金，我有先做即个概念的影片，互大家看，互大家知影讲，阮想要安怎呈现。耶，安娜。台湾时间10点10分政法部队快压过来现在拄到伫阮比雷岛下骹中山路甲大同路的交口出冲突，政法说就安尼冲去群众去嘛，政法部队群众的距离非常的近啦。政法部队偌济？现在你看我，现在看1楼催泪弹啦，现在看我知道，我听得吧？我看那个真的，我讲，这看我知道的。我现在用那个毛巾那个鼻子安尼啦，我不晓得他那个态度到底是怎么回事啦。两个政法部队是正道咱就是正民众安尼啦。通知世界各大新闻社跟报纸说台湾发生暴动也告诉美国的国务院这已经通知他们这件事情了，好，所以这个是已经世界都晓得，都知道，都发过去了，对。我马上用那个广播报。好的。头拄这就是这个台湾之音的一个概念影片等者安尼当来讨论一下最后要甲来讲一个结论第一个就是讲台美玲故事计划是有一个愿景的这个 proposal 阮是想要来保存来分享甲庆祝台美玲的成就要透过迄个无共的世代的联系合作，来建立强大的社区网络，来做一个有互国际社会认同的身份。刷来我想要邀请大家来参加这个计划，甲支持这个计划，我会当共同的努力，会当
来确保讲台北人的故事会当互大家看到，会当成为未来即个世代的交往甲灵感的来源。像我头仔讲过，今日来的目的是要甲大家分享即个 project 即个环境。第二个目的是要希望会当大家集思广益，大家会当感觉讲，第三阶段是较发散的，较无一个具体的一个目标。毋过上重要的是要互台北人会当团结起来，互台湾人会当团结起来。阮有足侪迄种有意义的故事甲做有心的人。毋过大概是较分散一个，知影有足侪无共款的 foundation，大家拢在做共款的代志，想要来帮助台湾。即个 project 就是要希望会当大家集中资源，会当甲大家带做伙来完成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就是甲 Taiwanese American 即个身份建立起来。是大家有推荐的故事家己的故事，拢欢迎会当甲我讲，阮会当来开讲，会当来看讲要安怎合作。最后一个目的就是爱甲大家，互大家知影讲，咱的资金是有限的，有需要大家的支持。我因为签证的关系，我伫 UCSD 的工课做到9月底，毋过我会用个人的身份来留伫美国，会继续来推动这个计划，甲迄个 UCSD 的台湾中心，甲台美史料中心，甲其他台湾的组织来保持联系，透过大家的迄种捐款会当帮助讲我个人工作者的身份会当继续来制作这个台美人的纪录片，因为对我来讲，这个计划毋是一个工课，毋是一个头路，是一个更加像一个呼召，就会一个使命的迄个感觉。大家也是有意愿讲会当来赞助阮的拍摄的话，有一寡方法，一个是你有特别的project， 你感觉讲有意义，像田土伯即个资金可能差不多该1-2万块，台湾钱搁爱筹备甲拍摄，差不多爱5万块来开始，是差不多每年1月时阵会开始去纽约来拍摄，是 workshop 的话，就是一档是8万块，是讲小额无需要抵税证明的话，让用Zelle 网络的 Venmo 无就是支票的方法，是爱抵税证明的话，看额度会当用捐款UCSD，指定讲要台湾 Center 来做纪录片，还是讲会当用透过迄基金会的方法来开抵税证明，拢会当甲我讲，安尼当讨论，是大家有熟悉一寡可能的投资者，嘛会当麻烦大家甲我介绍一下。以上就是我今日的报告，感谢。真多谢 Dalton 咱泡泡来感谢一下啦这真正精彩的分享大家咧想问题的时阵我先来讲一点感想啦就是讲拄则你放迄个影片拢总有5个人是咱经常有咧来咱论坛的朋友啦包括宝田、崔谢、国华炳辉嘛拢有来过，分清嘛捌来过其Freeman 和 Amy 今仔日下暗拄住伫阮兜，因为明仔载要去参加一个演出所以我伫遐看到 Freeman， 我带一条，较有遮拄好的代志好，安尼咱是毋是有人要来问一个问题无
啊无来先来用点名的啦，嘿，好无？啊，陈瑞兄，你嘛是有写一寡二八的故事，还是讲咱嘛有讨论一寡即个历史的代志吼？你要来？要发先讲呀。对。但因为你有开 video， 所以就先讲。有开 video 的先讲。多谢吼，大先感谢罗先生诶演讲吼，了解真侪代志吼。因为我是一个家庭医师吼，我病人诶内面真侪是意大利人吼，所以我对意大利来自北美移民这项代志吼，我感觉真深刻啦吼，我感觉因吼，因为意大利人来北美已经比咱台湾人来北美历史可能较久啊，迄个人数啊加真侪吼，所以因伫记录即个因意大利人来北美移民的历史吼，迄个成果真侪啦，吼，甚至会使帮包括迄个电影《Godfather》安尼吼，迄个，所以互我想到你即个 project， 互我想到即个意大利人因对因即个移民历史的记录吼，可能一个真好的比较啦吼，甲测试啦吼，中间吼，过来我要来请教罗先生一两个问题吼。第一就是即个，咱即个要做影片，不管纪录片啊、短片吼，大先可能拢爱有一个卡本嘛，吼 ，screenplay 吼，敢是？我是要请教讲，即个 screenplay 甲导演中间的即个关系吼，因安怎互相合作？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讲，这个为电影的技术制作的技术甲过程的方面来看吼，这个纪录片甲短片，还是讲影片，迄个中间的差别是伫对啥？吼，这个制作的过程的中间，迄个差别是伫对啥？吼，过来一点，我要加讲一句啦吼，可能有得失到罗先生，小可请你原谅吼，就是你这个影片今仔日放出来影片吼，比如咧讲，记录这个台湾人伫加州吼，种水果这个纪录片吼。中间有插一寡华语吼，其实这个林先生甲甲林太太吼，台语拢照我讲，因无意中讲这个华语出来吼，这点吼，我是知影伊的原因，但是吼，我认为讲罗先生这个 project 吼，因为要记录咱台美人诶历史，个伊诶效果将来是会帮赞吼。若是记录北美台美人诶历史，伊将来会主动会帮赞咱台湾人伫民主过程、民主化过程，甲伫变做正常国家诶过程中间吼。所欠缺的一项代志，就是咱的国家认同、甲文化认同有去走前去吼。这个台美人这个 project 至少吼，为指头打卡出去迄点，咱都爱有一个足强的信念，就是讲伫文化上，咱爱坚持台美人的台湾性。所以吼，我真谦虚。甲你建议讲，咱自头都爱足注意即个无意中讲华语的即个成分，吼明明即两位真出色的台湾人，台湾话真好讲，真好听，台湾意识足强，为什么伊也要去讲中国话，互大家来介绍台湾人？吼，即点我是感觉讲
艰苦接受了所以请你原谅我直接甲你安尼讲多谢。多谢陈女先生医师的迄个建议甲问题。我先一个一个来回答。第一个是有讲到，无听呢，是嘞。即摆讲听得到？听得到？我是有呢，听会到呢。你是可能我想是你 computer 的问题。你的回答我拢无听得到。我即摆咧讲话，你敢有听？真有。即摆有吗？安尼像有。我第一个感谢讲陈医师你的建议甲问题，我来一个一个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是讲影片的剧本甲导演的关系。其實講紀錄片伊嘅劇本，阮是叫 treatment， 伊是一開始嘅像迄拿圖安尼，一開始嘅計劃講，我想要來，阮會來做研究講，我要訪問這個人，訪問這個故事，要來有一個過程是安怎阮會先設想講，伊可能就是為佗來，伊做啥物貨，未來是安怎？毋過佇咧迄個過程中，導演會發現講，因為咱攏是人，咱佇講話時陣會開始，有一寡差別，有一寡偏差。所以，迄個偏差這個方向，有當時甲咱研究的過程是無共款的。所以，劇本只是一個拿圖來幫助咱講 ，OK， 咱愛有佇這個路中行了直，是行這個路。有當時也是行偏，劇本會當幫助咱講，愛 focus。佇咱即條路頂懸，毋過佇咧拍誒過程，也是講即條路愈行愈歪，愈行愈到別位路，嘛袂要緊，因為紀錄片誒做趣味誒所在就是，你寫了劇本是第一擺誒創作，你翕誒過程是第一擺誒創作，你咧加誒過程是第三擺誒創作，有足濟。紀錄片迄個導演甲遐個剪接師，攏是講因誒合作誒關係是，我去拍，導演拍足濟影片，拍足濟訪問，拍足濟故事，毋過拍足濟素材。毋過伊佫無一個故事，伊個會甲迄種 editor 來合作講 ，OK， 你來幫我甲即個故事給講出來。所以佇迄後期的過程中間，是阮有遐濟物件，豆豆來甲伊梳理出來，變做一個故事線。所以這是。導演甲劇本的關係，佇紀錄片頂懸是安尼。第二個問題是講，電影的技術甲過程，電影紀錄片短片甲影片的差別是啥貨？我是感覺講，是講到電影甲影片的差別。這個會當做一個較明顯的差異內底。電影一般，你為研究開始寫劇本，甲拍了後，擱後期了後，擱放出來，定是5檔甲10檔的時間。所以佇這個過程中間，咱是一直不斷的去想，這個故事是啥？是安怎？這個角色，這個人物，這個dialogue， 這個對白是安怎的？會一直想，一直磨。會像一開始有講到講，
，It takes a village。遐侪人拍一个电影，一工可能有200个人伫现场，啊，大家来集思广益，来做伙参悟着讲，要安怎甲即个故事讲了上好。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的detail 甲讲究的。啊，也是讲影片，像咱即马做侪人看到的，伫 YouTube 顶悬遐影片，伊嘛是有共款的过程，毋过中间因开的时间，因开的钱，甲因对 detail 注意的程度是完全不共款的。所以我是感觉讲，你投入的心力。的时间甲资金，就是有就是遮的物件上来造就讲电影甲影片的无共。啊，像个纪录片是较毋免像个电影呢，投入遐济的钱甲人，毋过伊嘛是爱时间。一个纪录片足简单，嘛会当做到5档到10档，啊，足济是安尼。有导演对一个 subject， 伊对伊10档，啊，个改翕，啊翕的，个加差不多个2-3档，啊，最后加互大家看。所以迄足简单，即个纪录片个嘛会当用着10档，啊，伫即个过程中间嘛是不断在想讲，安怎甲即个故事讲好。啊，我插一个吼，纪录片敢一定需要卡本？阮纪录片的卡本一开始阮就叫 treatment， 就是有一个 treatment 讲差不多即个方向是安尼，啊，可是袂有卡本讲你爱讲啥物话，迄是无诶。迄就是上大诶差别。啊，电影诶话就是你诶对白啥货，你爱讲啥物话拢写好啊。啊，纪录片无，纪录片就是咱知影讲啊，要访问一个人，啊，要来，伊可能会讲啥货，啊，伊嘛可能袂讲啥货，啊，到时阵翕诶时阵会毋知影，迄得看讲是要安怎行。啊，第三个。部分我是感觉真感谢迄种陈医师你的建议，因为确实讲，像伫我报告的过程中间嘛，讲着足侪华语啊，甲英语啊，我是感觉讲，实在是做安怎讲，一部分嘛是惭愧，因为我是感觉讲我即马我是1987年生的，啊，一开始迄当阵伫台湾，大家嘛知影嘛，就是大家伫学校嘛是拢是讲华语，读的册啥货嘛全部拢是，所以即个习惯甲根深蒂固的即个习惯，是感觉讲是爱，确实是爱来去好好啊坚持落，爱甲。你讲台湾性即个物件，爱来特别注意啊！嘛感谢你甲阮指导啊！我会未来影片，我会来特别注意即件代志。感谢你吼，感谢你。其实即个是有注意无注意的问题尔啦，吼。因为咱变做一个习惯，讲华语变做一个习惯嘛，吼。啊，你若有注意，我是想讲，可能会减少真济啦。啊若用英语甲台语来做即个 project 的语言的即个大背景，我相信比用华语甲台语来做背景较妥当啦。哦，多谢。多谢。我简单。补充一点点啊吼，因为拄则迄个参透伯啊，伊伫即个纪录片中吼，伊讲伊的台语足好，伊是台语的老师，伊台语的俗语外交讲安那啊，
伊讲了煞另外因太太讲的时阵，煞变华语，我嘛惊一跳，因为我相信因先生会教应该是太太，结果因转转做华语的时阵，有一点仔感觉无足配合啦吼。啊，另外一项代志就是，我知影讲你较少年吼，啊，你第一遍听到台湾之声，啊，你感觉做感动，感觉讲，哪有即款的代志吼？因为即马少年人拢想袂到。啊，其实不止你吼，另外有一个少年的，就是刘南峰老师，我毋知你敢知影？华语刘南峰老师的查某囝，应修平吼，伊嘛是听着即个故事了，伊感觉真shock吼，啊，所以伊甲即个台湾之音写做伊的博士论文。啊，伊即马还未完全考试 defense 吼，可能是明年啦吼。啊，所以我因为你也拄爱做台湾之音，我毋知影讲你敢知影伊咧做即项研究，啊，你甲伊敢有联络？有，我甲小平有熟识，啊嘛是因为小平我较会迄种去参加5月份甲Simon叔叔迄种个拄着。就是介绍的。OK， 好，了解嘿。因为我是想讲，恁既然一个要做纪录片，一个做论文，你应该会当互相讨论。伊已经有足侪资料，我知影伊嘛有来翕 video， 所以可能有一寡物件你会当用着。吼。有，我有讲过，阮嘛会合作，我嘛有讲要甲伊请讲来做顾问。啊，我毋知影，敢阁有其他的人有问题要问吼，恁拢会使举手，吼。来，林秘书，麦克拍开啊！你无拍开麦克。林秘书，请你甲麦克拍开。对一位林秘书，对一位林秘书。林艺夫。艺夫。林艺夫医师，请你甲麦克拍开。我知影你头拄有拍 video， 啊，你即摆请你甲麦克拍开，你较会当问问题。林艺夫医师，拍袂开。啊，是其他的人啊，总有啥物问题嘛会使问。我发现着今仔有足侪身体咧顾的朋友。迄个林秘书咧准备的中间吼，我过来。补充一个问题啦，吼！你拄则有讲到即个拍纪录片会有3个阶段嘛，吼。第一个是讲是卡本，就是你咧讲的 treatment， 吼。啊，第二个是即个翕相，吼。啊，第三个是后制作迄个部分。啊，我是咧想讲，到尾啊，吼，即个作品最后的作品出来了后，吼，迄个出资方啊，然后提供资本迄方面哈，对最后的内容哈，大的影响力。你敢有听电话声？有，但是林艺夫迄一直咧出声，你敢要应声互伊先问？因为我惊我甲禁起来，伊到时佫袂晓开。好，来，我甲先甲即个厘清即个。林艺夫医师，你敢你已经开？对，我已经按 mute 啦，吼。你即摆会使听。两个问题啦，头一个就是讲你这 project， 这影片啊拍了 ，then what next？ 啊，佫煞咧变怎？放喺图书馆内底，还是讲哪参讲一般这 commercial 的电影，你会要去放互社会一般的人看，还是怎样？这是头一个问题啦，吼安尼。感谢林秘书的问题。这个拍了后，其实爱看个别的 project 是安怎，因为也是讲这个 subject 按就是要来，就像个考数历史安尼的话，阮就会甲伊保存起来，会互大家来做。会放伫 archive 内底，是讲以后有需要的时阵，会当摕出来互大家研究，会当互大家知影讲，因为
台美史料中心，相信大家拢知影有听过，因就是个保存讲Who's Who 这个 project， 就是要保存台美人的这个故事啊。口述历史这个部分，就是要来补充这个 project 啊。刷来，也是个人的纪录片的话，就是会拍了会来去走 festival， 会去走电影节啊。透过迄电影节的方法，放互大家看，互愈来愈侪人知影讲即个故事，台美人的故事啊，豆豆啊会变做一个 branding， 会变做一个品牌啊，会上会互愈侪人看到愈好。像遐嘛有足侪Asian Film Festival 即种电影节啊，也是有愈来愈侪台美人的故事出来，会豆豆啊个引起讲大家人的 awareness， 对大家愈侪，不只是台湾人尔，美国人、国际中国人会愈来愈侪人知影讲台美人的故事啊，也是讲是像电影安尼纪录片、短片的话，迄是绝对就是爱走电影院啊，甲迄种 streaming 的 platform 安尼，所以绝对是会，毋是讲拍了就拍了啊，是一定是爱分享互大家看，啊会去参加足侪电影节，会去参加足侪讲座，啊，互大家会当愈侪人看到愈好。我第二个问题吼，就是讲头先迄个夫妇吼，在种有迄个葛景迄个吼，参透白啊，安我阿婆。啊，迄个内底头先啊，这酒里啊，我有讲过，啊是这邓律师吼，邓律师先生无讲过，就是讲本来就讲伊是台湾教台湾的老师种种，啊，煞尾中间嘛有一段咧讲中国话安尼嘛吼，啊，我是爱讲是毋是恁有哪会当按即个心理的角度来看啦，吼，来研究啦，是讲是毋是因为伊会讲中国话？还是讲台湾话是因为迄个 interviewer 会用的语言，意思伊用什么话来讲，还是讲因为讲的内容是毋是有 touch 哦，伊的心理上即个认同的意识，啊，所以才会讲用中国话，还是用台湾话来讲安尼嘛，吼。因为我看讲一寡足少年的，啊，伊认为讲啊，我是台湾人了后。啊，才开始学台湾话，啊，讲啊哩哩啦啦，啊足，但是你嘛会看出讲伊足拍拼，吼，要讲台湾人，就是因为伊 identify 伊是台湾人，才要安尼讲。虽然讲伊的 common language 可能是中国话，还是讲英文安尼啦，吼，所以我是讲，这是不是按照心理角度来探讨这个语言的变化，迄个意识安尼吼，按了安尼，这是我的 comment。多谢李师的comment。确实是安尼，因为我伫访问的时阵，我记得我迄当阵就是特别会当用台语，我就用台语。啊，毋过伫个对谈的过程中间有当时啊，对习惯的关系，嘛是得开始讲华语啊，可能遮会有影响到因啊，这我以后会特别注意，因为我还会继续甲因拍，甲因翕，所以有一寡问题我嘛会重新甲因问啊，所以后一摆以后会特别注意这件代志啊，所以嘛感谢 Julia 提出这个问题，提出讲哦。讲了台语了啊，随讲迄种华语。我其实讲实在话，我完全无注意到这个问题。我是讲做这种做好会当互
听到种大家即个意见，互我知影讲，我即个习惯已经拢伤深嘛，要一时要改过来，爱做有迄种坚持安尼。毋过嘛是甲大家讲者，头拄迄个影片毋是完整的版本，阮搁会翕，搁要拍，搁要改，所以搁会到时会特别注意，感谢。我意思，我了解你有啥个华语甲问啦，吼。我意思我趣味伫迄个 responder，反正现在伊就讲伊教大人伊若讲伫头壳内拢安尼想的时阵，那因为你安尼讲，伊就开始照你讲问的话，吼 ，language like a respond， 迄个 psychological 的即个 change， 吼，我爱了解就对安尼啦。互你做一个参考安尼，无一定讲做照我。我听林秘书感觉，应该拍一个纪录片，讲为虾米就是讲，大家会怎讲为华语去？应该讲台语的中学会讲为华语去，这是一个习惯，是一个心理的虾米种的影响，是虾米？伊感觉这嘛是一个艺术一个 topic 嘛 ，maybe 你搭拍一个纪录片。是，嘛，甲做趣味。我来替廖屯回答啦。咱台湾人吼，这牵涉着语境啦。你要有啥物款用啥物款语言的时阵吼，你的语言会讲较好。比如讲，我想讲我咧讲英语吼，那伫迄个适当的语境的内面吼。我会感觉我英语可足够讲。若是讲伫一寡物件的时阵，咧语境吼，无迄个语境的时阵，你要讲就讲较歹。即摆咱台湾人讲台湾话吼，对麦克咧讲的时阵吼，就较袂讲台语，因为即摆咱头壳的中间拢是设定讲，即个台语是较私人的空间，踮厝讲的空间，敢毋是讲踮伫公共的空间。所以也麦克面对机器的时阵，伊就下意识吼，迄毋是讲干那生图片的问题，我是讲咱是集体的即个潜意识吼，会有即种情形啦吼。我即摆转来反问即个咱即个精神科医生啦，我用安尼来讲吼，那你用即个心理分析吼，安尼甲分析一下吼，拍一个处方吼。你有啥物款回应安尼？我即摆我还有意见啊！我意思是讲，我即个去 interview 的人来即个探求吼，即个问题安尼啦。我会当讲几我个人的观察。比如讲，阮兜来讲，阮囡仔伫厝诶拢是讲台湾话嘛，伊诶台湾话就是甲迄个程度，就是甲入小学进前的程度啦。以后的时阵啊，我要表达较深的思想的时阵，伊台湾话就无法度讲啊，就一定爱过英文来讲。这个是这个语言能力的问题安尼嘛。第二就是头先啦，这个用国英咧讲的，就是讲举到麦克的时阵，就开始讲中国话，迄就是心态意识啦。就是讲你若即我伫我的书内对我讲，你若要正式的表示讲，你有一个地位，你有 knowledge 的时阵，就爱讲较正式的话。若正式的话，台湾话是迄个真卡的欧巴桑来讲的话嘛，所以就无讲迄款话，所以都爱讲即个华语来表达。这是个另外一种的即个心理的即个 switch over 安尼啦。我安尼讲就好了，抑佫足济，所以问人着好。多谢你回答我的问题，回答个足着点。我有看到迄个咱伫迄个法国的李亲啦吼，你头仔介绍有小可开麦克，你若是有要发问吼，拜托你搁举一个手吼。即摆看到一个美玲还是啥物嘿？美玲是迄个欧大外的美玲。
美玲你举手。哦，美玲有举手，啊，佮赞成老师嘛有举手。好 ，OK。即满有10分钟，所以互因两个回答啊，互因两问题啊，看伫请教要问美玲。OK， 我吼有我其实我有足侪问题，要讲较底吼。我问你就是讲，你拍即个纪录片，要互啥物款的对象看？你是要留囥的互台美人的后代看，还是讲互你将来要完之后若要摕转去台湾？吼，这你若要互我相信讲台美人可能较有趣味，要看讲伊的爸母，还是讲伊阿公阿嬷是发生啥物代志，啥人来美国等等吼。所以即个时阵哦，我毋知影讲你有要创 English subtitle 啊无啦，吼，这是第一个问题。我第二，我是毋是继续讲还是你要先回答我？我想你做伙问问的，安尼会节省时间。我搁问你，就是讲，你即摆要访问的对象吼，拢总你敢捌算看讲你要用几个人？因为我毋知影讲目前台美人在美国甲加拿大有偌济啦吼。你若总讲我用讲2000个人都好啦。你一个人的访问哦，毋知要偌久吼。你这是你这可能变做你一生的志业啦吼。所以我相信讲你嘛有需要讲敢若讲 solo screen 讲 out 讲哦，大概什么款的吼？我相信讲咱来美国的总共有几万人啊吼，甲加拿大安尼来讲的台湾人来讲，我相信每一个人拢有伊家己的故事吼，每一个人有伊个人的角度，所以这个部分咯，我相信讲你应该爱想。佫一样就是讲，你应该小可甲这总共 interview 拢总完成，还是讲你 interview 的时阵吼，你就应该分有 category 吼，讲有的是生活的吼，有的是较政治的吼，还是安那？我感觉讲你应该爱有 category， 这就是爱讲理由，就是讲为着讲将来你去看的人，伊较有趣味政治的人，伊就去看政治吼，伊较有。对普通生活讲，伊是安怎样拍拼，这会变做今仔日安尼吼，所以这拢无啥共款啦，还是讲较商业吼。我看你这落款物件你爱思考讲安怎样去分你的 category 吼。佫上重要就是讲，拢总你要访问偌济人，这是我足感觉足 curiosity 的迄落question呀。Thank you。感谢。第一个。问题是讲，这个影片的要放的对象是啥，对吧？其实是讲，我要放的人是对象是目标是全部的人，是全世界的人，是要甲这个台美人这个 image。甲送是台美人，台美人是应该是安怎来互大家看讲，咱的故事是安怎？我袂讲是 focus 伫是特定的人，比如讲第二代、第三，然后要互第二代看，还是讲要互台湾人看，还是讲要互美国人看？我目前上大的目标就是国际化的这个对象。所以subtitle 一定会有，无共款的言subtitle 嘛一定会有，所以这是了伫咧制作的过程中会去进行的。第二个问题是讲，访问的偌济人安尼，其实你讲了一个做好的点，就是讲我就一个人尔。全世界有遐侪台美人，有遐侪台湾人，我要安怎做？所以这就是讲，头拄我有讲到迄个 workshop、documentary workshop 的即个功能之一，就是要互大家知影讲，台美有足侪故事，你有熟悉上去甲你
阮要去鼓励你讲，要甲你熟悉台美人第一代台美人的故事保存落来。啊，你会当不只是会当讲你的家人、你的爸母、你的阿公阿嬷，也是讲你的厝边，啊，不止嘛是讲台湾人会当来参与尔。阮上后壁的目标，就是讲要甚至是美国人、黑人、西派人，拢会当讲哦，看到台美人的故事，毋是感觉讲因是我想者讲要安怎讲会较好。就是讲像诶，咱看到别个人种的迄个故事的时阵，咱会对因有兴趣，咱会想讲要来讲因的故事。啊，这就是上最后的目标，就是讲台美人这个身份建立了后，会当互无共款的人讲要来讲咱的故事，不只是台湾人尔，因为台湾人讲实在话，全世界有遐济人，啊，台湾人就遐个安尼尔，啊，无讲个差不多2、3千万人，啊，遮的人，大家无法度讲。甲大家故事拢留落来，啊，就是爱透过大家无全世界的人来做伙努力，啊，咱是为台湾人家己来开始，啊，category 的部分嘛是感谢你的建议，就是这足有帮助，阮在做影片的时阵会来分，较有较政治的、较家庭的、较私人的。还是讲有啥物款的无共款的故事会来分类。即个吼，我上尾还佫有甲你一个建议吼，就是讲你吼可能会使安尼啦吼，你即摆也无资金嘛吼，所以我感觉讲你可能会使甲有一寡人吼，我知影讲伊家己的迄落段吼，家己过去的故事爱留互伊的子孙，所以你会使甲讲好，你若准讲。希望讲我拍的即个片吼，你看了有介意，你会使偌济来甲买即个权利，你会使变做你家己的，吼，毋免恁囡仔毋免来图书馆才会看到阿公阿嬷的故事嘛，吼，这会使做安尼，这是一种另外你的迄落附加产品啦，吼，所以即摆你讲即个人安尼，我讲你会拍，我你甲伊摕1万箍，你即个物件你的，但是。你的权利就是讲，你有会使，但是阮图书馆也是继续要保存，这就增加你的迄个资金的来源啦。好。会使佫进一步讨论吼，咱即马有最后有一个迄个占星老师嘛举手，占星老师伊即个讲故事，伊有 podcast 要讲人的故事吼，所以我相信伊嘛有做。真好的 feedback，咱即马已经要12点吼，所以是最后一个问题。郑轩老师，郑轩老师，你好来，罗先多谢你吼，迄个分享你的经验啦吼，咱算是共图啦吼。我是用声音甲故事传落去，你是用影像。咱这图的好处就是讲，因为咱是款迄个。我最近学一个台语词叫做倒片啊 ，puzzle， 就是讲你每一个小故事吼，甲一直甲倒，一直甲倒吼，倒起来时就变成一个大的故事啦吼。咱就用入去真深的用入去故事内面啦。这是咱做这个广告人哦，上大的款迄个修行啦吼，这算咱的好处同款。迄个你的观众，甲我的听众嘛是对这个小小的故事吼，是了解这大的一个背景吼，所以你做这个代志是真有意义啦吼。咱两个互相鼓励啦吼，继续去拍拼啦吼。迄个故事嘛是讲不完的啦。安尼以上。谢郑轩老师。我头拄仔有看到林医师佮举手，林医师你是验到，还是你佮有问题要问？
因为伊即马佫藏落啊，伊可能要有赞成恁的讲法，所以要饲赞，啊，结果饲一个变假手，毋知敢是安尼。天书 ，OK， 好，安尼啊无咱因为即马已经12点嘛，咱着因为台湾即马嘛暗时12点吼，啊真暗，啊所以我甲时间交转去互梁光兄，梁光兄你敢要做一个 ending？多谢罗德恩，啊嘛讲过后礼拜的节目。梁光兄，你爱开麦克，今仔日我搁开 video。今仔日甲 Delton 吼学习真济啦，毋知影干那即个拍纪录片吼，啊内底有遮尔啊济美感。我是想讲吼，咱敢会当咱迄个 AVT 吼，迄个 My Story Our Art 吼，咱第3遍吼，我请你来啦，吼。请你来做主讲，咱事后咱搁来搭合，好无？好啊，看是9月毋知较逼诶，看是9月还是10月，咱就请 TUF 来做主办单位安尼，较请一寡咱遮有趣味诶社团做伙来安尼，咱甲事后搁联络，咱后礼拜咱后礼拜是即个台湾文学欣赏即个节目也未足确定所以等确定了，我会搭伫即个咱的即个Facebook 咱的网站安尼好，咱就是今仔日我是以上报告到遮。好，多谢，对。